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伫咧白宫记者会顶头讲到，这美中贸易协议的时阵，形象讲出一句，讲这对统一和和平真有利。美国国务院和 AIT 是拢赶紧配合，强调川普的发言敢若针对美中贸易关系，对待政策是无改变。And they've agreed to open China, fully open China. And I think it'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. I think it'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. 美中贸易谈判初期进展，川普伫白宫记者会上评论上大的重点，就是和中国开放市场。因为讲过一半，煞突然弹出这一句。And I think it'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. China will also suspend and remove all of its non-monetary barriers. They've agreed to do that. 甘讲美中谈判到顶，台湾正做条件，也毋过毋拿川普的前后文，无讲到政治议题。历史对方所提起的 unification 其实除了统一，也有一致联合的意思。美国国务院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第一时间拢表示，川普所讲的是针对美中贸易的关系，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。就我方的理解，美中贸易谈判过程中，并没有触及台湾相关议题。另外，美方也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，并且反对透过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。那外交部总统府也强调，美国对台政策数十年来保持一致，台海和平甲稳定都是美国持久的利益，对台承诺有关强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